中山坦洲嗰邊個第四度住宅嚟啊！呢度咧就係你入門嗰度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個衛生間，然後你喺入門個右手邊嗰度就會做到一個房嚟啊！其實佢嗰個係陽台嚟噶，做咗個書房。咁入嚟嗰度咧就係餐客一體嚟噶，做到南北對流嚟嘅。呢邊餐廳個位置同廚房個位置嚟啊，廚房側邊嗰邊你都會有個陽台個位置嚟嘅。咁轉個鏡頭嚟到嗰度，你就係大廳嚟啦。大廳嗰邊5米個空間，陽台外邊嘅陽台8米個空間嚟，寬度達到3米嚟啊！你睇下，其實佢參照咗華發嗰邊個設計嚟啦，不如佢個贈送嘅面積比華發仲更高咯，就可以睇下佢整個弧形嘅設計啊！再嚟到嗰度，你就小朋友個房嚟嘅，佢贈送面積比較多，可以睇得到佢整個空間127平方，實用面積達到你180平咁嘅感覺，而且呢個房係連接陽台外邊嚟㗎。咁呢度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主人房嘅位置都係呢度個採光面，你參照咗即係佢個華發個設計嚟啦，都係270度個採光面嚟嘅。佢最大嘅亮點你可以睇300畝個生態湖景嚟啊！咁呢度你就係衣帽間個位置啊，衣帽間個空間都係非常充足嚟㗎。佢實用面積你比較多。呢度係主人房個衛生間啊，整個空間感都係非常充足㗎。如果感興趣個朋友啊，可以聯繫我嗰邊嚟啊。睇下主人房個舒適度係非常夠嘅，佢單價喺11000起步嚟啊，基本價錢係12000咁嘅價錢嚟嘅。